色立直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所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色立直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来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至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三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诸缘显化在府东。南北两极圆中续，本源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给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胡人随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武生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。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口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崖弥勒尊。无妨敕令记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尼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
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，此念三遍神鬼怕，王良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，再1颗3颗4颗5颗6颗7颗8颗9颗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去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合同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池，香儿点点化成金。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内现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。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。扯起照取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他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持念2遍得超。十方天兵护我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竞争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王良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颗，1颗，再1颗3颗4颗5颗6颗7颗8颗9颗10颗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。灵宝齐如灵山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。云雷震开悟极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
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池，香耳莲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便如生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配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顶顶36员将，500灵官顶随quân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尼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崖弥勒真，吴王敕令起即下生，说服蓝颜归正中，来王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2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接下来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一直照常名。抱歉，文姓前嫌，稍等一下哦。今天应该要念的是给正雅方前嫌，不好意思，后学没有弄好。好，那麻烦您代读好了。后学已经把好。回向文，弟子姓女姓氏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回向于正雅方前贤，回向于正雅方前贤，祈请弥勒古佛，祈请弥勒古佛，地藏古佛，地藏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调解患者与他所有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无形大德的恩怨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解冤释怀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令其减轻病魔折磨之苦，得以早日康复，得以早日康复，身心健康，身心健康，福慧增长，福慧增长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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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真佛。感谢微信前贤导读，谢谢各位前贤们一起诵经。那今天诵经到这边就结束了哦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感恩前贤慈悲啊。感恩父亲人慈悲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再见。晚安。各位领队，各位领队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团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领队晚安，再见哦。